真神，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匍匐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之事，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在你宝座上每次都有我们一定拜好了，我在你脑门外，记录你心存你手背，被你宝座定尊贵有高，我有你天拜好了，我有尊贵荣耀万岁，都归我与你的眼光。万后为后，万主为主，就你看别天台的尊重。万后为后，万主为主，我们都鼓励宣表你的眼光。万后为后，万主为主，就你看别天台的尊重。万后为后，万主为主，我们都鼓励宣表你的眼光。万后为后，万主为主，就你看别天台的尊重。万后为后，万主为主，我们都鼓励宣表你的眼光。为后，万主为主，我们都鼓励宣表你的眼光。让心来领受，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昔在今在永远都在的神，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尊崇的神，在患难中你带领我们得胜，你美好的应许超越我们眼所见的，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再去我们心，再继续参贼一对单参加快不好你的心主所最最高标，我的心事，我看你不能忘。
你家的方向。我心主下，我路上的信仰，历经伟大，我的伟大。我心主下，我路上的信仰，历经伟大，我的伟大。进入了他，总被偶像的信仰，最爱谁高，给面对的信仰，你是给予，把我贴上安全网，保卫伤心，我看你眼光，我心中想。我路上的信仰，历经伟大，我的伟大。我心中想，我路上的信仰，历经伟大，我的伟大。主给的爱，找到天下的光。在我的地，你给快乐我拿，我的天气，让一切都来平安。我用兄弟，我主已经伟大，我心中想，我路上的信仰，历经伟大。我的伟大，我心中想，我路上的信仰，历经伟大，我的伟大。请记日，读诗来祈祷。是顶主啊，宝贝上帝，我们大声感谢落你。你是信实的主，是公义的神，是至高的上帝，是创造的神，是有疼痛的阿爸爸上帝，恩典满满，怜悯无限，主爱嘛无限。主你的神性三天三暝讲，我要感谢你，应选阮有福气成做你的儿女。感上帝，刚教会设教60周年久这个过程。一切肯配合为牧者，好了这前辈同齐来起造，过程中间平顺严彩感谢。毋过伊拢无去实现，反正甲阮咱条条，阮开，互阮所经历的经验来传过一代，业绩稳固的地基。正好即摆的规模，阮献上感谢。主你的意念，你的道路，拢远过阮济无法度来计算。受造有限的阮，更会当顺服伫你的下下，领受你的旨意来行。主，你是做亲事的主，伫庆祝60周年活动中间，有真侪项拢是教会第一遍来举办的。愈开始，活动工兄弟有小可担当，毋过结果拢有真好的学习甲经历，互阮每一位拢搁较有信心来服侍，对伫以后的服侍事工，阮献上感谢。主上帝，阮也感谢你，透过昨中孝路教会陈牧师以及水南教会陈牧师因的分享。我一遍见证主，你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坡开江河的主上帝。伫人看做无可能，在你拢诚过顺心。伫你万事乐的主你的上帝。安尼叫着阮兄弟更较欢喜，更较有信心来回归主。阮也恳求主上帝继续引带教会头前的脚步，赐福伫陈牧师。
家己的气力甲智慧，嘛有兄细大细细，拢有谦卑的心，愿意换出家己的44箍仔，为主来做工，继续来去做合主心意、合主旨意的工教会来坚持下晡晡的行程，我若恳求上帝，你继续来看顾，一切拢平安顺利。互兄弟毋但伫生命顶面得到把助，右手方面也都用满满。愿来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请坐，这时要来考到体文第5，诗篇第篇来的体文第5。上主，阮的主啊，请在你的声透到天顶，一天做要塞，风地直行。看着你亲手创造的天，人算啥物？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飞鸟，提声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力量普遍万地。这时，咱来观察上帝话记载伫诗篇90篇第9篇第9节到17节第9节。咱各位来我读单数，恁来读双数吼。恁读台语、国语拢会使吼。来，我先来，阮的日子拢伫你的手机的过去，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开。请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请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上主啊，你什么时阵才要改变心意，由你怜悯你的国民？你有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由你嘛有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阮，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的拢亨通以上。这时要来请本堂主任牧师陈必志牧师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早早的主爱，早早的主爱。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午早，平安。咱今日是教会60周年的全教会退休会哦，咱来到这个是云林的高天，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就像咧唱信息，是有真感动哦。这个27首我灵歌唱，其实这首信息，咱牧师拢是照咱对第1首、第2首、第3首安尼唱。唱到今日这个礼拜刚好是27首，这个是户外礼拜亚瓦礼拜最好的诗就是27哦。但是咱今日这是对旧年就开始安排，但是咱今年刚排到这个27首，到拄则读这个启应文第5篇是诗篇的第8篇，人生什么你既然顾念伊，这嘛是对旧年当牧师开始9年今年5月就满1年了。9年以后，安尼一直排到今日，我感觉上帝透过信息，透过启文，对我们来说话。
所以每一次在做礼拜的时候，不是只有牧师在讲道，我们唱的圣诗也在对我们说话，我们读的起因文也在对我们说话。阿们。跟你旁边说，上帝天天跟我们说话。上帝天天说话。今天早上呢，很多人都透早就起来啊。我看真多人6点起床的，请举手。6点起床，哇！来，大家看一下，6点起床的，好，5点起床的请举手。5点起床的，4点起床的有无？还有4点起床，这阵当老师都无困了。啊，得困啊，是得困安尼。大家出来佚佗啊，都精神真好，非常振奋啊！透早就用早就起来，透早无输6点15分要出去骑脚踏车，然后呢，看到美月姐说，美月姐要出来骑脚踏车无？伊讲我已经骑回来啊。实在有够佩服的。但是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做礼拜，觉得好像就是在住在教会里面，好像我们就是在家里面做礼拜的感觉，有没有？因为你住在这个地方，在这边吃晚餐，在这边吃早餐，在这边能够出门散步，然后就能够来做礼拜，有没有很幸福？很幸福，那个每个礼拜都这样，好不好？好，那就来当牧师就好了。老师大家在拢挂里教会啊，住在牧师馆，就是这种感觉。出门就可以来做礼拜，也不用叫车，也不用坐车，也不用停车。但是不是只有为了这个感觉，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找到像上个礼拜今天礼拜日诗篇84篇分享，麻雀为自己找着了家，燕子为自己找着了抱雏之窝。上帝互咱会当通过，咱来到上帝各所在，咱甲伊来亲近哦。所以咱会当感受到上帝甲咱的同在啊。今日咱读的这个诗篇，摩西所写的诗篇。摩西呢，在主前1400年前就诞生，再加上主后到现在2025年，所以呢，摩西离我们现在要加起来多少年？3400年，3400年。那3400年前呢，摩西写的这首诗篇，那今天早上如果你有参加共读有听的人大概会听得比较清楚的介绍。摩西为什么写这首诗篇？背景他怎么样在出埃及过红海之后，看见上帝的同在，还有上帝的威力，对摩西感叹说：“主啊，1000年在你来看，好像一日啊，1000年安尼过去，还是亲像一天同款。”摩西这句话才拄讲了，到打过偌久啊？3400年，3000年就安尼个过去啊。所以摩西他所留下的话，真的是让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要怎么样一日如1000年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读书啊。如果你一天花4小时来读书，一天可以读2.5万，快的人可以读到几万字？6万字，只要花4个小时，一天就可以读到一本6万字的书，把它读完。如果你这样子读一年，一年可以读几本书？92本书最少，然后最多呢219本书。你只要每天花4小时来读书，你一年就可以读200本，100到200本的书。如果呢，你再把这样的持续累积下来，一生里面大概可以读几本呢？4600本到1万本的书，有没有读这么多书？没有，当老师的说没有。那我可能大家嘴吹啊，怎么可能啊？对啊，没有。但是呢，当我们要一日如1000年，你一天读一本书啊，你的一辈子可能可以读到5000到1万本的书。这么多的书，你觉得人生当中哪一本书最好？圣经。所以你读不管是5000本、1万本，人生你可以读到5000本的好书。但是有一本书千万不要错过，什么书？圣经。所以读圣经很重要，但是我们读圣经都会挑着读了，就像小朋友吃早餐，现在看到很多小朋友吃早餐，马上就挑什么鸡块、薯条然后就只有吃这样子而已，其他都不吃了，或是火腿。但是呢，我们如果人生要营养均衡，我们要读圣经，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共读圣经，就是要能够希望
透过这样的阅读，好，让我们能够读好书，一辈子当中，好，千万不要路过，也不要错过，就是圣经。即便我们人生有读到很多很棒的书，但是诗篇，好，今天是圣经当中其中一篇诗篇90篇，告诉我们摩西，好，在人生当中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好，在这诗篇当中，我想要透过3件事情，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早起早睡，归回造物之主。我们一起说一次：早起早睡，归回造物之。好，所以建成长老早上4点多就起来哦。请问昨天几点睡？4点半就睡，好，所以马上就起来。好，如果你要早起的话，就要几点就要睡？10点、9点，好，至少10点、9点，好就要准备睡，才有办法起得早。如果你有12点睡，好，有没有办法早起？还是有办法，还是有办法。好，就是你只要睡眠品质要好，你只要睡眠品质好，睡2个小时，好也是精神好。好，昨天牧师好在走廊跟大家泡茶完之后，回去房间发现电视里面居然有电影可以看，好，所以哇就开始看电影，就看了一部电影2个小时，看完之后呢就12点多了，好，12点多了赶快睡，好，睡了说还早上起来，哇，太阳5点多太阳就亮了。所以5点多起来以后呢，好，先把今天要讲的道准备完以后，然后就出去骑脚踏车，但是呢也不会累，所以早睡早起，所以我们要有好的睡眠品质。要怎么样才有好的睡眠品质？很多人，我今天早上问很多人看到大家第一句话说长裤掉我喝我啊，很多人都说会回应说很好，也有人没有问他就主动跑来跟我说，师我长裤掉加厚。说你为什么觉得睡得很好？因为他觉得这个饭店啊，好让他睡得很好，就这个环境。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去了解我们的睡眠的，才能够为了早起，好，所以不要对睡这件事情是一个学问。你要怎么样好好的睡呢？好，我们来读好今天的1到6节啊，来一咱过来读一遍。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顶山也未受造，大地甲世界也未造成。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讲人啊，就归原本。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亲像暗暝的一天。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张面包，亲像草早时复硬，早起时发起来复新，暗时凋谢打去。这个摩西写这首诗，头前60写了非常的水。摩西80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伫旷野40年，伊人生真有智慧。伊讲到咱的人生亲像4项的代志。头一项人生像是啥物？亲像土粉，甲你去讲人生亲像土粉，就是咱最后人生来转去上帝遐，咱这个不管你外表多么好看，这个发型花多少的钱去做的，最后通通变成什么？土粉都变成尘土。第二讲人生亲像大水，讲人生亲像大水，大水是安怎？涌起、流起，当咱遮有落大雨，咱咧搞进前有落大雨，大水呢，讲迄游览车的司机讲，哇，拄则落雨，讲足好诶，甲这车拢安怎？洗甲足清洁无迄一台游览车那么大一台要洗车很贵，这个落大雨，整台大家每台车都发亮，都惊喜，安尼。这人生亲像大水流起，这过非常的紧啊。就是水流的很快，所以这个昨天的大雨，这就是东南部的特色。好，这个来得快呢，去得也快。它就是这个东南部的这个夏天的气候。第三人生亲像啥物？看你接着，很好，人生亲像冰棒。好，我这个人生亲像冰棒。昨天睡一觉起来有没有做梦？没有。昨天有做梦的请举手。还有人做梦牧师娘早上起床跟我说，他都不知道他昨天怎么睡着的，
也不知道他怎么起来的，好，眼睛闭起来就睡着，眼睛张开就起来了，中间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好像断电一样，啊，也没有吃什么面，没加油啊，也没有，就是因为很累啊，因为出来你走一天，很早就要起床坐车，啊，所以他的灵性睡起来，哇，觉得精神饱满。但是这个帮呢，灵性就帮困进去，最后还要什么？回到现实。为什么是人生的现实？摩西说让灵性请求帮，表示说我们现在活着的还在做梦，死了之后才是梦醒的时刻。跟你旁边说，死了之后才是梦醒时刻。所以这句话请大家记住，你现在都在做梦，我们也在做梦，我们出来退休也是做梦。好，这个牧师很喜欢做梦，就任之后就开始想啊，60周年可以做什么梦？好，我们要去环岛，哇，就去了，好，一个人缴1万块，30个人花30万出去环岛，好，有没有便宜？哦，去的人都觉得很赞，有去环岛请举手。啊，你们可以问问这些有去环岛的人，缴1万块，啊，一张出去4刚环岛，然后呢又要去出来退休费，一个人缴本来要4000多块，后来把它降到3000多块，教会再补助500块，剩下2000多块。但是如果这样成本呢，大概也要5、6千块啊，但是我们再只缴2000多块，所以这2天1夜算下来，教会的退休会我们的支出大概要80万，大概要80万，值不值得？80万其实我们没有出来做礼拜，教会也不会省80万，因为我们都是拿自己口袋的钱出来参加退休。但是呢，当大家把80万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迦南60周年的一个祝福啊！还有一个更花钱的，去德国，德国一个人要花16万，一团出去要花多少钱？200多万，200多万，一团出去要花200多万，值不值得？有去德国请举手，也可以问这些人，花这么多的钱出去，但是呢，灵性请求兵吧，因为呢，我们都在做梦。可是呢，当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才是梦醒。所以你去德国也好，你去环岛也好，你去退休会也好，结束之后，好像哇，一个美好的结束，但那才是梦醒的时刻。怎么样把这些的梦带回到我们的生活、人生当中，成为美好？所以得陶冶灵性请求头份，第2灵性请求什么？大水，第3灵性请求什么？乒乓，最后灵性请求什么？草，你实在有够厉害，这样你们都可以起来讲道了。灵性请求草，讲一解。所以你要吃什么草呢？小草，各种颜色的草。草的特点就是什么？草呢，就是早起时发起来不易，就是它生长得很快。但是呢，暗时就凋谢，就枯达，就打起，表示说草的生命发展的很旺盛，但是呢，它在凋谢的时候非常的快。这人生的4件事情呢，摩西告诉我们，人生虽然像是尘土，但是你刚刚讲就爱归回头份，爱归回。所以人生是一个归回的过程，不是往前，而是回到上帝那里。所以你讲说，咱灵性是头份，但是我们不是最后变成头份，而是归回到上帝。灵性亲像大水，这水要流是上帝的水流，不是这个水沟啊，就是你水沟啊。那么人生是要有上帝的主流啊，主流。上礼拜在讲诗篇84篇的时候，我们看到不管是妈祖，这也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或是我们看到天主教的教宗，这也是世界的信仰的主流，或是我们看到这个女神的 Lady Gaga， 这也是年轻人偶像的一个主流。但是真正的主流就是上帝的大水，让上帝的主流成为你的主流，听得懂吗？听得懂？跟你旁边说，让上帝的主流成为你的主流，让上帝的主流成为你的主流。你是要流去啊，但是按为主来流，为主而流，不要变成为妈祖为了世上的小草而流。
人生亲像天梦，所以灵心就是一个在不断的起床，找到那个起床的动力。现在人在时啊睡不起来，因为他觉得他还要睡不饱，没精神，不想起床。年轻人、少年人，认为安尼好，能够睡得越晚越久越好。但是那个起床的过程，当你训练的好的话，那个起床是怎样？把酒精背筋，然后头脑它就怎样，就开始清醒，把那个早起起来了，就是这种感觉。那个心脏脑把酒精背筋就回到了现实，你就别讲还在半梦半醒。那个人生嘛是安尼，等咱一个灯开，等咱一个互上帝接起的时阵，我的眼睛好像张开了，知道原来上帝给我的这么样的一生就是这样子。我现在我这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找到了结束了。而人生亲像草，这个草呢，就是爱早起时复益。重点是你要长长的就要发旺，不要等到天黑了才开始想要生长雄板啊。所以早起有很多的好处不容易发胖，精神旺盛，注意力集中，新陈代谢顺畅，皮肤好，免疫提升，不容易生病，远离忧郁症。要不要早起？所以你要怎么样？对，这就是智慧的古人的经验。今天牧师出去骑脚踏车，6点10几分，又出去之后发现满路上都是人，什么人？迦南教会的人，哇，这个很佩服，规路都在散步，在这个树下，原来大家都就早就起来，我想讲出来都看无半个，结果才走出去，都懒了，大家都不去散步。所以大家都是一个早睡早起，也按公教大家都会让心态健康。所以我们看我们的长辈为什么能够精神好、体力好，参加教会活动都不一样，因为他们有早睡早起的秘诀。美国国父元勋富兰克林他就曾经在法国驻法大使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写在法国巴黎杂志上面，红色的一起来读：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裕聪明又达理。富兰克林呢，他为什么会当上总统呢？他其实是做生意，他还是个科学家，是个发明家，但是他也是一个很会赚钱的人。所以他发现法国人早上太阳出来在干嘛？睡觉，因为法国人就是吃晚餐，吃到8点、9点、10点，吃到11点，还要去睡。他说，告诉法国人，有这么浪漫的生活，但是呢，像我们美国人开垦开拓的精神，早点起床，享受阳光，甚至也可以减少使用一些蜡烛。这是富兰克林成功的秘诀。我们常常说一日之计。如果你有去这个翠华会馆的最后面，就是长这个样子。有趣吗？有没有看到？有你如果去到翠华会馆的最后面，早上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样子。不过这是在网络上抓的，我是骑脚踏车去，骑到后面去，真的差不多95%一模一样，太阳就从那边出来，就在翠华会馆最后面。所以一件事情在于晨，你会发现一个早上起来，今天这个礼拜是第几件事情？好几件事情，但对有的人来讲，他可能是还在赶快出来，这是刚刚的早上的开始。可是你会运用早上的时间，你的一天已经在上帝的手中。第二呢，摩西告诉我们要什么？一起来读。咱做来读7到12节，请我因为你的受气消灭，因为你的大受气听行。你将我的罪过害伫你面前，我的罪孽罪伫你面前暴露出来。我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下过去，我的一生亲像好一个开，我的岁数不过是70，若勇行行到80，我袂当夸口的不过是落土。100年就过去，再来感受袂着你受气的威力，再来了解你受气的可怕。而且讲着，互咱得到智慧的心，互咱的人生让得够一层。来12节，歹势，
求你互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心有智慧。对了啊，人生有智慧，摩西3400年前，伊就将这个智慧写伫这个所在。同款嘛，四项的代志，咱要有智慧，就是你爱知影，咱的是上帝的面前。第八章讲，你将阮的罪恶排入你面。真侪人有讲人生困醒的时阵，是爱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笑面还是歹看面？那是因为你有信耶稣，你若无信耶稣，你到上帝面前，上帝面前伊就看咱毋是上帝囝，咱是罪人啊。所以爱早一日悔改，因为咱知爱到上帝面。第二个讲，咱的人生嘛是爱夸口，咱的一生会当夸口是啥物？劳苦甲忧愁啊，阮会当第10章，阮会当夸口，不过是劳苦甲忧愁。但是咱的人生咧夸口，就是只会食苦当做。咱有听过双性人牧师食苦的故事无？有要想要甲伊共款无？无啊！大家拢想要伊后壁去搬就好啊！会当有70%的年轻人，然后整个这个年轻人非常增长，增加100几人的教会，大家拢想要后壁，无人要想要头前。我有捌听过一个足辛苦的，一个传道。伊呢，毕业了后，抽签派去彰化原住民教会，讲教会为了社礼，伊是买2万块，教伊讲传道啊，阮遮起咧只有1万块，分了请你想办法去趁安尼。这个传道讲，我来遮是要无分，安尼出去趁哦。但是这个传道讲，好啦，安尼我嘛出去趁，要怎趁？塞计程车，塞计程车，晚上去彰基打工。因为他们的教会跟他说：“啊，传道啊，你就出去想办法，我袂甲你怪，你就去探你的收费安尼。”结果呢，探到暗时啊，去彰基医院扫地，清洁整理，会发现那边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就带原住民的弟兄姐妹去那边工作。后来他就成立了一个环保公司，就把原住民集合起来，我们就来接医院的案，就环保公司。后来越接越多，越接越多，买福音车不够，买游览车，教会买游览车上架人，去上班安尼，最后一个员工有400，所以接了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案子。后来他又建了个教会礼拜堂，然后呢，到现在这个传道在哪里？在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总干事陈信良牧师。陈锡良牧师，那是我神学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的时候，听到他讲的见证。现在呢，那个传道很辛苦啊，我也不想要。但是他现在成为我们长老教会的总干事，在管理所有长老教会1270天的教会的事工啊。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点，假苦啊，动这假苦。所以劳苦甲忧愁，就是你爱摕来夸口的代志。甲你来讲，劳苦忧愁爱摕来夸口，劳苦忧愁爱摕来夸口。咱地方听，在讲伊细汉偌辛苦，用3600块带着水果安尼，然后呢，伊的人生欠足济，我再甲你大爆料。结果一个晚上就没有重新再来。如果你这把钱呢用没了，不是啊，如果伊拢安排好，反正伊就是足欠的啊，伊就是伊用没了，意思就是讲伊用足少的，用足少的安尼啦，所以讲互别人去用就好，我人生节去用，我人生节就爱佚佗的，一年就过了，但是还是要回来啊。咱的人生若有经过这苦难，安尼你的苦难偌济，祝福就偌济，甲你来讲苦难偌济，祝福就偌济，苦难偌济，祝福，这就是爱来夸口。所以咱的人生亲像转眼成空才讲一把念古就过去。所以咱的人生一把念古就过去，
但是上帝互咱看见，伊就是爱互咱这个一把逆富，你的人生困境的时阵，这就是要交互上帝，上帝互这苦难变做祝福。到11节，11节咱搁读一解，叫人感受袂着你受气的威力，请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有基督徒才当知影爱 fear God 敬畏上帝。但是你若无讨厌耶稣，这就是11节咧讲的。摩西看到遮多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看到埃及人遮多人遮聪明，会晓起金字塔人面狮身像，但是因唔知影上帝受气的威力，因唔知影上帝受气的可怕。到尾啊，法老王知影安怎上班啊，伊的大囝死啊。法老王知影上帝受气的可怕，知影是安怎上班啊。已经叫阴性伫迄个红海的内面啊，所以摩西伊看到遮个代志，遮个心讲主啊，阮伫即个人生爱晓算家己的利息，爱知我的人生是要到你的面前，知我的人生会当夸口的，是趁偌济，祝福偌济，是阮的劳苦偌济，在面前一把逆骨就过去，都是爱知影上帝爱向你来交涉。伫美国即个夏令时间、冬令时间，我去住美国的时阵，我见讲哇，6点外迄个日头比即摆搁较大，所以就美国人真聪明，就是对1908年，伊就开始实施夏令时间，为了德国、奥地利、奥匈帝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欧洲国家拢用这个夏令时间，提早1点钟起床，所以咱享受迄个早起，大家全国的人都爱当时爱早起1点钟，每年的3月就要开始早起。但是这个训练呢，是一种真好，他们不会浪费掉那1小时，所以因更较早，而且更有生产力。基督徒嘛是爱早来，要早早的成为基督徒。早早成为基督徒呢，你就不再在罪恶之中成为最终的笼中鸟。所以有5大好处，想知道哪5大好处吗？可以跟你的朋友来分享。第一件，知道神爱你。你做成为基督徒之后，就知道上帝不讨厌你，上帝不会对你生气，而是上帝爱你。第二件呢，改写过去的失败和困境。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发现以前人生受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委屈，结果因着耶稣都有新的意义。本来是灾祸、救助、苦难，现在都被上帝祝福。第三，你讲的基督徒发现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原来我不是跳甲，原来我不是丢地，我不是罔腰，不是罔刺，我是上帝查某囝，上帝所疼的囝。上帝互我伫这个世间出世，有上帝意义。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有计划。第四个呢，人与永生共同体，同走天路。什么是永生共同体？教会就是咱的兄弟姊妹。最后呢，享受在地如在天的人生路。等咱真做一个基督徒，你就知影上帝疼咱，你就知影上帝伊会当互咱过去的失败变做祝福。咱上帝伫咱的生命人生中间要目的，就算讲咱即摆7楼8楼行袂起，但是上帝嘛会当甲咱使用，互咱当伫教会团体中间，做伙来行天路，互咱享受一堆亲像伫天的人生甲日子。一日之计在于晨，一代之计在于人。你要真做一代搁一代，世世代代呢，就是要真做人。你的猫、你的狗会不会帮你传宗接代？无法度。你的猫、你的狗会不会帮你把你的遗产来管理好？你的土地、你的厝，然后你要甲狗仔有效无？无好，爱老好像人啊，你要留给人，不管这个人是你自己生的，或是你在属灵当中认养的，或是你的亲人和家人。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要完成我们在世的人生的阶段和任务。所以你要怎么样做人成功？不是只有做你自己这个人，你要能够传承，
将祝福传给人。阿们。最后，摩西说，我们要找得慈爱，坚立所做之功。最后的13到17，我们一起来读。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怜悯你的福利，求你透早就互我享受你的慈爱，互我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我一生有偌多艰苦灾难，求你嘛互我一生享受遐多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福利看见你的作为，让我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主，我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我，求你互我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我所做公平通。开启某师公那个动图讲了29分钟啊，但是今天我希望讲短一点，但是也很难，因为你看看到讲上帝的话，这样子充满祝福。伫最后摩西伊的祈祷要结束的时阵，伊讲有4个求啊，求4项代志。头一项求上帝怜悯，第2项求上帝互咱当享受上帝的慈爱，第3伊求上帝互咱当看见伊的作为。最后求上帝赐福，互阮所做一切幸福啊！所以摩西伊立捌上帝，而且人生非常的短，伊只有倚靠上帝，才通到上帝面前。但是最后伊求这4项代志，怜悯上帝你的福临，互阮当享受你的快乐。要到享受呢？14节求你透早，这透早原文就是 morning 早上。Very morning， 越早越能够享受上帝的快乐。跟你旁边说，越早越能享受上帝的快乐。所以年轻人，如果你还没有操练早起来，越早的去操练，怎么样能够早起？你若愈早起来，好，越让享受上帝出来，一世人充满欢喜甲快乐。然后第3，求上帝阮看见你的作为甲荣耀。最后看见上帝，你坚固我的手所做，祝福互阮。所以摩西伫这首诗后面会祈祷，安尼1000年亲像3400年亲像3天同款。这些话好像3天前的话，但是居然上帝就想办法让它传到我们今天，还可以听见摩西的交代。根本也能够跟摩西一起出埃及，然后呢？过红海要去哪里？进迦南，要进迦南。所以摩西伊互伊百姓进入迦南地，考对4篇90篇，有7个祝，晓得神的权势而敬畏神，数算日子得着智慧心，保得上帝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在遭受苦难却成为喜乐，而神的恩宠归于身上，最后坚立我们手一切所做的工作。进迦南就是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后一代，还有我们前面的好几代，大家都要进入那个迦南流奶与蜜之地。阿们。主说一日如千年，但是上帝也让我们千年一如一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代之计在于人，一生之计在于你要抓住神，你的一生就不会偏离。所以摩西告诉我们要来怎么样？早起早睡，归回造物之主。第二呢，早日悔改，数算永生之年。三呢，早得慈爱，坚立所作之功。3件事情，透过我们每天的早起，透过我们不断的传承做人，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能够交在主的手中。前3天，礼拜4，接到这个电话说，立志长老突然休克，送到医院，没有心跳，非常的紧张。光靠北医生已经在这个急诊里面在急救，所以贴尊这个呲牙点外面非常的难过，这个哭到眼睛都肿起来，因为他没有想到说没有准备好，他也很自责。但是呢，进去看到先跟呲牙祷告说，不要担心，这上帝一定会动工，上帝也会同在，交给上帝，
交给上帝啊，他是很怪自己，我怎么没有早点发现？没有早点发现说，看你今天能够请假，是上帝帮你预备的，上帝都在掌管整件事。后来看到弟子长老，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为他加油，然后在耳朵旁边叫他弟子长老加油，弟子长老加油，开始想要把眼睛开，想要把眼睛。但是当我们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人生很脆弱。刚刚听到嘉玲，她说她今天手举不起来，手不能动，她现在已经去台大医院了，去那边去急诊，因为怕是不是中风还是轻微的中风，所以她现在赶快去。人生有时候上帝突然的一些事情，都会让我们觉得很错愕，但是摩西告诉我们，人生长跟短，你若活到70岁，就是一生上帝给咱就是安尼。会当食到80岁已经足用啊，你若是90岁神迹，100岁真正上帝祝福足大。但是呢，后来同款，大家拢爱去同款的所在，拢爱去见上帝。重点是咱有自信有准备好，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上帝爱咱，就是世世代代因根归互上。当咱伫忠孝路教会，因为考核讲安怎，要做一个什么教会？哇，这句口号有没有成功？有呢，有成功啊！好，所以忠孝路教会70年，今年他们70周年，他们的模范教会就是他们这70年来努力的目标。水灵教会昨天在分享，他怎么样？牧师传道，自己要委身，进底迄个所在不可以去，所以他的带出来的会委身啊，就是他唱一首歌，什么歌？委身之歌，就是要进底这个所在，大家都要困落去，进底迄个所在，所以他们看到，在这个这么大的教会。跟这么偏乡的教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口号。来问迦南教会呢，有没有什么口号？以前有啊，人的教会啊，然后这牧师呢，宣教的教会对外成为什么？宣教的教会，对内祷告的教会，还有可能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迦南教会的口号，爱老几个，这代有心灵。下一代人也会愿意传承，我们要把教会的这个精神要抓住。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可以去思考，我们迦南教会名字就是什么？迦南是什么地？美地、应许地，这是一个老年甲蜜的地，这是一个上祝福的所在。所以迦南教会是一个流奶与蜜之。这是一个充满上帝祝福的地方，像不像？迦南教会有没有充满上帝的祝福？有，所以我们要让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都可以能够传下去，世世代代荣耀上帝。而人生为了这个口号，为这个目标，大家都受了很多的苦啊！你有没有很羡慕忠孝路教会？现在在想了羡慕，但是不敢讲啊，讲出来就怎样？我说你在讲要开一个2年3夜的哇，动不掉。后来那个庄牧师，我们要上车前，那庄牧师说，他们每一年都要还1000万，所以他讲了一个大白话，会有多少？会有大家都很辛苦了，因为大家都要继续要还钱，他们还到剩下1000多万了，大概在2年就还了。那这个是连续10年，连续10年。大家都要想办法去变经济，按统聘到位，头前有人提出来，但是后边都才靠到，所以他们也是都要付尽年岁啊，大家都要吃苦啊。你看到这个随性的牧师，讲到他们这个长老的见证，那是教会的长老，这个可以去当大学的老师教授，不要，他就要回到偏乡的国中里面，他就要留在这个乡下的这个原乡里面。他就是愿意奉献，这个要受苦，但是最后建造出来的教会功劳归给大家，而苦尽甘来，所有的喜乐就归给我们自己。牧师娘，喜乐呢就能够归给我们自己。所以因根没有上帝，来讲一次，因根没有上帝，功劳归给大家。
你要恢复家己，咱的教会超过经过20年、30年、40年、50年，即马要来到60年。要到通过这的会修，应当归互上帝。啊，佮这的着磨参与甲受苦，要咱看见功劳是大家的，毋是只有个人的。然后，咱要安怎样将这个喜乐放入咱的心？食苦讲做是食苦，咱会感觉上帝啊，我感谢你。哦，虽然要来办这个退休会，大家出来讲真好，真好，真好。但是咧办的时阵，有人讲真好无？有啦，人会说，但是有时候他们爱去，交遐侪钱，去遐搁遮大，会叫放定无？去遐是食会饱无？有的人开始想东，但是最后等到真正行出来时，这个感觉就很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感觉。我们要走出埃及，我们要经过红海，我们要进入迦南地。在这份信心，上帝要继续带领迦南教会前面的路。你有没有信心？上帝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数算上帝的恩典。你有没有信心看见上帝在未来的不论10年、20年，甚至未来的60年，迦南教会的下一代要比我们这一代更强壮？有没有信心？要对我们的下一代有信心，让他们可以比我们这一代更强壮，走得更远。但是我们可以为迦南教会献上最美丽的礼物。我们要用诗歌来回应。我们先坐着唱，因为他站起来有你的习惯，守着那里日记，我管你会爱心，因为你我见你拯救会在你，我今就会记起。把一切广告记录了大概有久，今天归你我来想你，有你在你心，愿你慈爱走马关，我万即是难过一问心。我一切为困对你，我内心爱就我你，我一切为困对你，你好你，好你好你，我一切。我靠，记录了不该有久，一定会给我留下你。有你的力量，让你完美的我的被永恒给你。而且他为了困眠来祈祷。每一个困眠在帮助你的更刚会当早起，所以每一天的睡眠祝福，让上帝祝福你的睡眠，让上帝祝福你在睡梦当中能够领受平安，能够让你好的休息，然后能够让你能够在隔天张开眼睛的时候是充饱电，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咱这困眠来祈祷。主上帝，我们为着我们中间咱的姊妹，每一个人的困眠来祈祷，求你祝福我，在你困眠中咱有你上帝，在夜间的时候，他们能够有好好的预备，好好的来休息，他们能够在睡梦当中领受上帝的爱，上帝的同在，他们每天都能够睁开眼，在早晨就能够饱得你的慈爱，在早上就能够看见你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早早的认识。第二件事情，我要请大家对我们的人生能够认识主来祷告，让我们能够早日悔改，
特别在我们的身边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还没有觉志、还没有来到教会家人跟姐妹，让他们能够知道上帝的威力，知道上帝的震怒，而能够敬畏神，能够早日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头身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我要为我们的身边弟兄姐妹来祷告，为着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更是至圣者，更是聪明。让我们能够在人生就能够早点来到教会，能够早日受洗，早日成为基督徒，能够做上帝的儿女，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使用我们的人生。有一个习惯，就是个愿意记，我们的不也是，因为你的光，千年前就会在你，我祈求我记起。万一些花好，几乎都不敢有趣。你的对比我好像你，有一种的心，让你阻碍中往往，我们其实让我爱你，万一些人不对你，我的心很久可以，万一些人不对你，你我的大万一些人光后，几乎都不该有趣，因为我好想你，有你的力量，让你完美我的被人更美。让你完美我的被人更美。叫一个祈祷，我们请咱大家为咱教会60年来祈祷。过去60年，侪侪人才会付出着偌艰苦，伫这个所在流目屎，伫这个所在拼因的性命，就是互咱这代的人会当伫遮来享受这个老年甲彼。总是咱伫这代家人教会，还继续为后一代来打拼，来努力，为了后一代。这个细囝，也是这还未出世，这个囡仔，咱要来努力，听到咱教会会当伫这个所在来长治，到到年爱继续来兴起上帝新的一代。不管是咱要进入学校，还是咱要进入社区，还是咱要来帮助细囝，会当来明白上帝的话，会当伫教会来明白受教育，咱就爱用祈祷来为着因来祝福。咱做伙出声，为着咱教会的后一代60年，为着将来，咱做伙来祈祷，来祝上帝，我这是越来越。教会，圣堂教会是地所现实教会，教会是60年来上的地所是传教会。我伫60年中间，我们教会依赖教会。让我们上帝一心跨过台湾的世界，台湾的在主流，台湾在青年，接下来也是传福音，为大家听聊上帝，一世人都不来。哇，我就很喜欢。万一心，万一心，不对你。我的心很久可以，我的心不对你，因我的爱
一线花高，几乎老不敢有情，一定会你多老下你，有你的力量，让你完美的我的黑人的黑你。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将我对土甲教会报告伫云林高区翠华会馆，为咱伫遮甲教会的兄弟兄弟姊妹做伙来见证上帝你的慈爱。我伫早起时，就咱来亲近你，就互我的一生得到智慧的心，然后来算家己的日子。台湾上帝你坚固，我伫教会所手所做一切的工。把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工，愿神你来兼顾，能够如同迦南教会的礼拜堂一样的兼顾，能够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传到那一代，世世代代，日日夜夜传扬上帝的作为，如同从3400年前的摩西见证上帝的带领出红海，3000年后，世人要继续见证上帝的拯救的作为。主啊，那你来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帮助每一位能够在人生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睡醒的时刻，发现这人生多么的美好。愿上帝的话给我们脚前的灯和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会在医院当中，一支长老、严珠姐、永春兄，还有嘉玲，还有许多在治疗当中、恢复当中弟兄姐妹肢体们，也愿你与每众人同在。我们这时候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祝福，献上我们的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其他的红的刚刚的表现是自己刚进容易。如果你若无明确红的意义，请用仪表来表达你的感恩。举办全教会的退休会，谢谢阿爸父神赏赐美好的天气，适合的场地，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保守我们为教会60周年所举办的各项活动，
都能顺利，也求主保守我们全教会每个会友同工都有合一的心，为了教会过去的60年，我们献上感恩；为了将来教会未来的60年，求主保守我们的宣教路，让我们在桃园地区成为做光做盐的教会。我们同心合意的在这里敬拜，求主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献上主所赏赐的金钱才能为主所用，求主悦纳。孩子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请坐，一起来请李组长来做小结报告。我来报告。下礼拜5月25，咱要来举行中心会，我们来举行党支会。那我们在5月21号礼拜3之前呢，请我们各位我们负责的同工来提出这个报告资料，然后预备心准时来出席哈。然后第二点是总务部门的报告，我们要招募这个主日爱餐的膳食团队。那我们的爱餐这个表格上面有写8点开始我们是有一个洗涤的作业，对不对我们应该会分成2批。那这个后面有夹菜的跟这个整理我们赛后的场地那这个我们49号的1楼有一个表格，请大家踊跃的填写好不好？好，大家有事我们一起来整理好，下一个是事工部门的报告。我们的重大讲座呢，在5月21号礼拜3 10点半到12点的时间我们主题是血糖与生活。那欢迎邀请我们的亲友一起来参加，会有线上的。那第二点的报告呢是2025的阿嘎培英语品格营，营会的时间是7月7号开始到7月11号，总共有5天的时间报名截止呢是6月8号，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有60个人报名了，这个同工的比例也相当的高，所以品质是非常好。那么一个早鸟价就是在5月20号，就是过2天的礼拜2就截止。那请各位可以继续的邀请我们的邻居那最后一点还有一个报告是友爱基金，这是端午节的慰问金呢，请我们的小组长为我们的小组员来看有需要的请申请填写表，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就要交到干事室然后社区医疗的咨询呢是下个主日5月25号10点半到11点半，教会1楼，欢迎亲友来参加我们会有医疗的部门来帮大家做健康的咨询。那有2点补充报告，跟我们在场的这个会有重要的关系第一点是我们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帮我们的餐厅做善后10个椅子放1叠就可以了不用靠边，因为他们用椅子来搬，所以10个椅子放1叠就可以了。那第二点呢，刚刚前面报告讲房卡要交给区长不用，你的房卡如果已经可以退房了，已经在身上了，等一下拿去外面叠好椅子之后放在外面的那个招待桌，我们有同工来为你预备。那后面如果你要回房间拿行李的，就直接拿到柜台去这样子那因为等一下我们的车应该是从2馆会开过来，对不对？那他们会在那边上行李吗？在那边上2馆的上，已经上完了吗？还没有。好，2馆的上，那1馆的反正我们整理好就下来1楼等，好不好？在出门左手边。好，马路边就是跟上车的地点一样啦那我们就不一样吗？左边对，我们是从这边来的变相。好，那因为大家都很聪明，所以看了就知道了好，那最后一点更重要的，我们这次的退休会或是说我们有补助嘛，对不对在籍的会友，就是你的会籍有在嘉南消费的会友，等一下呢，舞台游览车，我们的里面干事会一一的上车，然后做登记，然后补助500块给你谢谢。以上报告。咱来读金句今日金句台语1摆，华语1摆来。有你教在了圣百年纪，我爱心不避讳，是天92比现在华语来。求你叫我们处在勇敢年月，好使我们心有智慧，诗篇92节。好，我们现在唱祝福的诗歌，来。会有请起立。主最美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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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里做我，主里做我，主
光万主救光，是心有力，救光我的主题，我的主题，我主奇妙的主题。完整所见的问题，天的上帝主笔下谈，这是个感动，甲教南教会60年来，所有正会友当讲三甲之地，互恁会当出去招万底是做主的核心，互奉主的名来为受洗礼，教是因主所教示的来遵守，主就要甲恁同在，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那些我们有30分钟，好，我们10点50分，好，游览车从2馆发车，好，10点50分，好，游览车从2馆，抱歉，好，50分，好，5分钟，好，然后10点50分，2馆的车要开来1馆哦，好，所以请大家可以，现在没公布。那么这个时候，请大家帮忙把椅子叠起来，好，10个第3、10个请动。谢谢大家参与，祝线上大家平安，平安。